政府公布以一幅3萬平方尺嘅土地公開拍賣，興建細單位，回應市民對住房嘅需求。有議員就質疑做法本末倒置，點解有土地作競投，但就冇土地建公屋？曹永賢報導。運輸公務司司長劉仕堯喺星期日嘅時候話，會喺今年內攞一塊3萬平方尺嘅土地公開拍賣，興建細單位，回應市民對住房嘅需求。但係其實司長喺07年嘅時候已經表示會積極尋找土地資源興建公共房屋。事件令社會質疑當局興建房屋為市民解決住屋問題嘅誠意。19000公屋嘅未能夠確定晒全部嘅地，當然部分嘅地確定咗，即使確定咗地，都老實講，佢哋都好難保證真係能夠如期完成，我哋都係逼緊嘅。咁實際上政府仲有好多地。咁但係點解而家又可以無端端攞一塊地出嚟賣？會唔會覺得有啲奇怪？我覺得呢啲只不過係招數嚟啫。事實上就特區政府到目前為止仲未下定決心提供佢手上同埋可以收回，同埋手上已經有嘅足夠嘅土地，佢係有嘅足夠嘅土地嚟到咧，係建設咧4萬個公屋單位嚟到回應市民嘅需求。咁佢未下定呢個決心嘅時候，佢啲地有到佢都係收埋。而終審法院裁定民署唔能夠限制法律規定外嘅公共地方集會地點。吳國昌就希望民署喺事件上面作出真正嘅反省同埋公開道歉。事實上，民政總署濫用權力去阻撓集會示威事件已經係年都有多次發生。咁我希望民政總署啦係尊重法院嘅決定。咁當佢研究清楚，知道自己唔啱嘅時候咧，應該係公開道歉。咁實際上相關案件仲係陸續有嚟。另外，新澳門學社到政府總部遞信，要求當局回應外勞泛濫、住屋難、權貴囤積土地以及年青人發展前景嘅問題。新澳門學社又話，社員會以個人嘅身份參加5·1遊行，向政府表達訴求。澳門電視台記者曹永